曼聯對住阿仙奴嘅賽前發佈會，阿摩連亦都談及到啦，馬古尼同埋烏加迪是否能夠出戰，亦都係尚不確定啊！呢場比賽，曼聯係咪要留力歐霸杯呢？而此外呢，亦都對此賽程表示理解，並稱呢個亦都係每位主教練需要面對嘅問題啊！佢對阿仙奴嘅主教練阿迪達嘅工作亦都表示尊重，認為咧喺處理明星球員問題同埋重振球隊方面呢，阿迪達嘅成功經驗咧係值得學習，但係佢自身亦都面臨住時間嘅壓力啊！而阿迪達亦都談及到咧上個星期對住燕豪芬嘅歐冠大勝，阿迪達表示呢場嘅勝利對球隊嘅信心嘅重要性係不言而喻嘅。佢亦都希望啦球隊能夠喺接下嚟嘅比賽當中繼續保持競爭力。而阿迪達亦都強調歐冠對球隊好重要。而阿迪達亦都談及到啦後衛卡拉菲奧利啊，稱佢亦都能夠喺唔同嘅區域當中嘅靈活性以及製造混亂嘅能力係十分地出色，對球隊嘅防守同埋進攻方面都有積極嘅影響。對於即將到嚟嘅曼聯之戰呢，阿迪達表示全隊會全力以赴，並期待個人第200場比賽當中取得勝利啊！